昨天晚上，我们这个事情前天晚上，文江区有成都区小道理吧，都推荐了很多靠谱的这些就是火车挺小的。但我们这边成都区内这个刚刚到，我走哎，没开了，下午开了吗？搞忘了。今天摸了之后，他今天没去反应，然后再去反应，跟网络有关系。这个我有点像脖子的。
我想我会爬。
一样，没有紧张感。因为他们跳的是4天晚上之前在河西珠宝在那个校园院里面，就男女分开跳嘛，到同一边去跳。昨天晚上应该是官方的唯一一次中国人大的那一次。开序这个变胜了，我觉得应该在认识的时候受了起码1-2斤。穿2件衣服，穿2件，有点热啊。他那个前几天他那个前一段时间买的，他在网上买的，定做的。这个是一个好看。
反正你不管了，你不对啊，因为主播有点贵。对啊，你不管了。那可能是有点后站的，要感谢大家。哦，是，还是几个月了，还几个月才开了2、3次。谢谢你们的关注，你们在这里。这是我们在那个北大公园的那个广场。罗马那边有些还是比较新，至少音响效果是场地太小了。灯光很现在北京
还有一个我也休息会儿再休息。收一回再买一点。收一点就是方便。我没想挣钱。
跟那个对，他们很多都是他们南头的。然后也我也是就是南头的，我会挺黑的。我们手机里面南头的，大的大的。香港的啥？反正有一点。但是你新片子就能看的，对吧？你毕竟有时间。有些是现在看不到，我晓得，有的是中视的呢，直接看到不到。有些看你这年龄上面就像年轻的，因为有些音乐是只要技术派的，什么都是。他就只是个。他们本地人是找出来的，他老师的嘛，他老师。教嘛，完了，那个他啥都教，教不到啥都教，今天把都一个，没做不到这种。我也没啥耍的，我耍得过，你看语言还讲词汇的。他那个找这样就是找好多，比较低调。现在真是嘛就没有。好多人问苗老师有没有来？有，但是没搞。一般都是我这里有点事情，但是有留言，还有一下就好了。我是呢比较热情。成功那边去。站着撇一下，坐太久了，就了。哎，擦下干净些，好滚。比较干净，比较干净。哎呀，那好气，好气哦，是吧？啊，它非常气，我一吹就到。我一吹就到。气快马上到了，而且躺就到了。
现你摸得好轻。就是太轻了。你要拿一起，老得别少。老看我的歌曲量。好，谢谢了哈。没事。徐多儿这个太轻了，他那个实际上太轻了，真的。它的后门，留学生对这个问题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儿看区区，看到没有？走住了。今天晚上人比较多，基本上星期五嘛人比较多。还是拍点视频，养成习惯了。
水啊。不要把它老是下来吧，这样就看不到了。你那个太轻了，也不空气大，太对。去跳吗？我以为今天会冷，然后我给他穿了个长裤。你这个好悬呐，妈呀，太轻了，飘飘的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看就那个飘的。它刮风下雨就太轻了。这个跳的和境外跳的都不一样，这个舞蹈，这个风格也不一样。他们都飘走了，不是，一会儿飘来再叫他们下。看到有人进来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的动作都完全不一样。他旁边去跳，这个只是这个舞蹈和境外的是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它这个姿势嘛，每个地方跳的不一样，正常。歌名那些也不一样，但是内容是一样的。
这个来了吗？你要手机没得电了吗？好的呀，完了。马上。这样干我不干这，我觉得好的。那每个一手跳不好辛苦。钱比较高哎。对，这种出事，然后这是眼睛。他说温度太高了，还在热红了。你是把电源关了喽？哦，温度太高了，温度太高了。等一下对，温度太高了。就是容易出来一种苹果的容易出来。特别烧机子，那我原本下下剥碎了。休息5分钟左右。那行。实习了。他自己掉下来。你不要摸我嘛，我热死了。他说回马上老家了，对。他说回老家了。哎。我给你今天穿多了，我们俩应该穿那个多了。穿太多了。你把他裤子拉上来嘛，哎，宝贝。我们俩没出门，看天气是阴的，然后我就给他穿着鞋。哎，你过来，挡到。没事，等到你下来就好。这太难，你干啥？有年了几条了，我就对了。
把它拉上来。拿车回老家了吗？对，在他们这儿收。看到他在直播。他回去几天呢？不知道。哦，2块的车回来。哦，好瘦啊。好瘦，瘦胖超对。对，每天我现在过这个夏天了，非常生气。去的高兴。重庆。安多的随便用，就这里。连着好是吧？对。哦，好，还是把那个外头打起了。还有20分钟没有了。去跳一下嘛。跳得慢，跟着人跳得快点啊。来
哎，来了。哇，你把别人欢欢吓一跳，你还欢欢别人的注目在看美女。拿下出来。你还是可以每次都包下欢欢的，把人家欢欢吓挂了。花花不小心，欢欢，走，我给你去买个镜子。来去嘛，来去。给今天要买，来，今天欢欢是约啊，蛮同志。算是。关注，谢谢你的加入。会的，这个他们在这里，好吧？这个是我们在那个，因为你们东马儿和那个对，谢谢你的关注，他们特别好。手里面拿个零食干嘛？你把零食放到包里面。妈妈，爸爸。去嘛也是几个人儿的话，去给你收到的。有钱。一个几点的？啊，9:20。9:20，马上9:20。你等会儿出去。不用，没得喊，可以喊。他们巧克力。妈妈这里来。这上这一大堆。不要到爸爸这里去。这个爸爸好爱。我比较壮啊，我就当爸爸。这个是哥哥吗？你弟弟。还有分子。哟，妈。等一下，
街头艺人表演吗？街头艺人表演。这样你听不到我在讲。你说安卓相机要那个皮实点啊？安卓相机要皮实点啊？高温要长一点，时间久一些。苹果温度比较高的话，随时就黑，就要高温报警。他们有些的苹果弄了个啥子3D的，那个壳壳抽风的都可以。要买个小风扇吹哎，起。对，有效果。有嘎。对。有背夹风扇，90块钱吧。没什么时间了。还有一点去。你实际上就会看我是背他要洗。便利，多子的应用了。这是西南民族学院东门。这附近都是闸口线，这个地方一般两个。这个来了，9点半了已经。
没有电了，你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嘛。啊不对，不对，就是。没吃完了，昨天晚上。我吃了一点，妈妈不再吃，也他这个算了，算了，等一下，不能喝冷的胃不好，但是没办法。真的黄金涨价了。这个都在涨，一直在涨。因为这边便宜点，其他地方还是贵一些。其实最便宜的就是8斤，但是他们用手工最贵。加工费那些，人工费也贵。加工费那次给我收了多少钱？3000多。只有黄金保值。哪怕你去改一下，他都给你收1000。哦，他如果少了呢？比如说你加工之后少了一点点那种呢？肯定是少嘛，他有少的。对啊，你只有现场看嘛。你们要那个吗？要去？你们去抢吗？你想跳几下？还2分钟。他这个去。放到这吧。这没人。放这呢。好的。他们3个就跳去了。
他这也是一般人的，记得。它是限高级。不会，他不会的，他做的太温顺了。花花，花花啊。小贝，我人家觉得很烦。小宝贝，宝贝。小贝，小贝。高级好点。对，他绝对记得你。哎呀，他要记住。我要记住，我要记住，我2步路我咋走？看到他看到你走，看到看到你走了。他肯定要记你错啊。你看嘛，你看。再说快点儿，说话点儿。我的主人呀。你用狗要记仇的，真的。咋记啊？但他那个是听话的吗？不用吧。走了，上场了，上场了，收备了。上场了。9点半准时上场。看一下啊。下播了那个啥来着？手机没电了，我去找充电宝。啊，就是一记头早就红了，没电了。啊。早就没电了。啊，对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来了，我们俩看不出来了。拍一下这边的上场。你到哪里了？我给你。喜欢你叫苏拉。咋说？哎呀，你老顺道的。你问好热哦。你老顺道的，我就问他。鸡宝宝，鸡宝宝。你喜欢吃吗？走着嘛。小李，我们去。